2025年12月9日，韓國近期熱爆嘅主題餐廳滅共飯館，呢個滅共飯館真係最近喺韓國熱到爆啊！老闆余勝軍原名唔知，但佢改咗個韓國名字，從中國移居韓國之後，開咗呢間中式餐廳，專門用反共主題嚟做特色，菜單超搞笑又夠大膽，包括滅共炸醬麵、燒滅共匪炒飯，仲有自由大韓民國萬歲烏冬麵等等。食客上菜嗰陣，老闆仲會高呼韓語滅共，好有氣勢啊！間餐廳個名原本叫北京飯店，但喺2020年，因為對文在寅政府疫情政策不滿，覺得似喺度俾共產主義壓迫緊，就改咗個名叫滅共飯館，表達反共理念。雖然有反對聲音，經常有人投訴佢嘅衛生問題，但年輕食客超愛，經常大排長龍。Naver 搜尋網站評分5分為滿分，佢都攞到4.61分。食客話菜式正宗又好味，特別係炸醬麵同佢嘅湯水，連隸屬朝鮮日報集團嘅月刊朝鮮都揾咗佢做咗個專訪，形容間餐廳係年輕人嘅反共熱點。社交媒體上有人討論老闆堅持唔改名嘅原因，話即使營業額下跌，都要守住佢嘅信念。呢個現象反映咗韓國社會而家對自由同反共嘅共鳴，尤其係年輕人覺得新鮮又刺激。如果你去韓國，可以去韓國京畿道東灘 Dongtan 嘅滅共飯館，邊食邊大嗌滅共，可能更加過癮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